政府着力發展低空經濟，無人機除咗商業應用，都可以應用喺社會服務，令到弱勢社群受惠。科技發展亦都可以令弱勢社群受惠。有多年特殊教育經驗嘅 Michelle 就利用無人機為有智力障礙嘅學員打造一場專屬燈光表演。呢一日，佢帶領一班浸會大學嘅學生同康智學員創作，促進共融。佢哋好多時候都會畫一啲就係佢哋裡面嘅夢想啦。有個小朋友話佢好想畫好多個心心送俾佢嘅爸爸，因為佢知道爸爸做嘢好辛苦，佢要愛爸爸。維港夜空呢就變成咗一個可以展示一啲弱勢社群嘅天分同埋能力嘅一個平台。Michelle 再教浸大學生將畫作轉化成無人機圖案，準備喺今年年底上演。就算由轉場中間咧，你見到嗰啲嘅燈咧，其實佢哋有個走向嘅，係啦。咁呢啲其實我哋都要設計。用科技串聯佢哋嘅夢想，透過集體創作都可以高掛喺夜空。嗰個小朋友咧，佢會認得自己畫嗰幅圖畫真係出現喺個天空上面，然後話俾佢嘅爹哋媽咪聽，呢幅畫係我畫嘅。浸會嘅學生咧，同時間就會喺側邊都指住嗰幅嘅圖像，就話：誒呢一組無人機係我設計㗎咁樣樣。咁你就見到一個好靚嘅景象。無線電視記者潘翠瑩報導。